先来关心的是，这台南呢竟然发生一宗5个月大红婴仔死亡的案件。这警方是伫新市一个大牌内底去找到伊的尸体。根据了解，伊的爸母呢是无带囡仔去作务风车，而且嘛无固定的住所。今嘛社政单位甲立管了后，是交予警政单位来倒找，想袂到昨暗竟然传出不幸的消息。今嘛检方已经介入调查。 登去事故现场，新市某一个大牌，才当时警方找到查甫红婴仔尸体所在。但警方调查，这个查甫红婴仔出事了后，无依照规定注意表，加上爸母无固定的住所，社政单位真侪届找无人。今年10月，互人立管交予警政单位去倒找，到10八暗时，总算找到囡仔的爸母，不过已经无看到红婴仔。就2、3层都是要在抱着，就是他们要见识过，看不出来了，已经都黑黑的了。 对，放很久了，应该是2、3个月，在桥下2、3个月。后续的部分，家访中心持续与警方密切合作，然后指派儿保社工协助配合收集相关事证，并依法提起独立告诉，确保儿少权益。根据了解，这个囡仔的爸母经济上较弱势，拄开始无法度甲红婴仔好好照顾，后社政单位列做是脆弱家庭案件，由社福中心社工追踪关怀，嘛提供饲囡仔指导，初期状况算稳定。后来因搬出失联，社会局主动请警政单位去调查，一直到最近才有美甲。后续如果父母已有违反儿权法第49条情事，社会局会依102条进行裁处。另社福中心还是会协助相关的丧葬家庭需求的服务。本案已经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全力侦办。拄开始，这个爸母无要讲红婴仔伫倒位，后来成立因囝已经过身，到底是疏忽照顾，也是牵涉到其他原因才死亡，就爱搁等相关单位调查。台南地检署已经指定检察官指挥侦办，后续以检方验尸结果，启动相关保护甲处置机制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